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咧就獵寶勤、銀翅勇士、凝聚美麗，第跑嘅馬就係銀翅勇士啊，凝聚美麗第2位啊，外邊第3有競馬一心內欄，第4就獵寶勤啊，第5位黃衫就係杜月橋啊，後多層啦，內欄有新力啦，咁啊黑白斜間衫，中檔位置就花好月形啊，外邊呢就心裏有數啊，後邊4匹加州得力、天下寵兒響尾3馬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橙色晏晝星火燎原掟出去出邊追呢凌風傲雪啊，搞精最後直路啦，銀翅勇士佔先少少嘅。咁啊，見到中間有凝聚美麗追啦，外邊杜月橋亦都擺正唐太展開衝刺，跟住後邊仲有花好月形啦，攝入邊上嚟嘅馬種嘅隻咧就係獵寶勤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外邊杜月橋就壓住咗中間嗰隻銀翅勇士，埋邊獵寶勤，贏馬嗰匹係外邊杜月橋啊，銀翅勇士就跑第2、第3名，埋邊呢，咁啊有呢隻獵寶勤，外邊啊花好月形啊。結果今場賽事第一次過嚟跑谷草啊，咁啊今季初出啫，就係呢隻杜月橋咁啊贏馬，跑第2名放頭啊，跟前跑啊就係呢隻銀翅勇士，埋邊獵寶。